Hello，大家好，又係我展師同行 DPV Buddies Channel 嘅 Belsa。咁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就係關於升學嘅時間表啦。咁咩叫時間表咧？就係話我哋其實應該係幾時開始籌備我哋嘅升學計劃咧？咁其實咧，一般嚟講，如果係中學生啊，我哋係分兩批人嘅。第一批人咧就係啱啱完成，或者就嚟完成中五嘅一批學生。咁呢一批學生咧，可能佢哋覺得佢哋嗰個中六，或者如果係 A level 嘅，佢哋覺得個 A level 未必成績可以達到理想嘅時候咧，呢一批人就會係喺佢哋差唔多完成中五嘅時候計劃開始升學。而第二批人咧就係完成咗中六，或者完成晒 IB 啊 A level 呢一批嘅學生，就完成咗佢哋嘅中學課程，而銜接去讀佢哋嘅升學嘅課程嘅。咁所以咧，呢兩批人嗰個程序咧係會有少少唔同。嗱，譬如如果我哋講一般嘅中六嘅 DSE 學生或者 IB 啊 A level 嗰啲學生咧，一般如果你係海外，即係澳洲啊、英國啊、加拿大、紐西蘭呢啲咁嘅地方國家升學的話咧，咁一般就係喺佢哋差唔多係，譬如你9月開學，我哋一般建議就係年頭就開始諗啦。咁如果係要真係報名嘅時間表咧，就係差唔多需要半年時間去做準備嘅。咁如果你9月倒翻轉頭，咁即係話3月開始遞交申請，咁但係你年頭就要開始諗定究竟你想讀咩科啊，去邊個國家啊等等。咁但係如果你話本地升學嘅，譬如 DSE 咁樣，我哋係 JUPAS 升香港嘅大學的話，咁其實你一開學基本上9月10月，學校嘅老師已經幫你開始計劃寫你嗰個可能 personal statement 啊，同埋揀科揀嗰20個志願。咁呢啲就係9月10月度就要開始。如果調翻轉啊，有一啲而家學生係好流行就係去國內升學嘅。咁國內升學咧，你大家要留意喎，因為如果係 for DSE 學生的話咧，佢每一年可以俾你申請呢一個國內升學嘅時間係未必一樣嘅喎。好似以前一般都係3月左右就 deadline 就截止嘅，咁但係舊年咧就突然間就變成12月就截止咯。即係你原本打算開學嗰個年份，譬如你諗住2025年9月開，即係去大陸中國升學2025年9月開，咁就係2024年12月就要截止申請。咁所以咧，千祈唔好以為話喂，唔係喎，以前不嬲都係3月截止，所以我而家就要3月準備啦，咁就會遲咗啦。就好似舊年有一批學生就過咗嗰個 deadline 12月嗰個 deadline，咁就會冇咗嗰個機會咁樣咯。咁所以如果你係一般正常諗住中學畢業先至去本地又好海外升學嗰啲學生咧，唔同嘅地方真係有唔同嘅時間點，大家真係要留意，同埋要諗下自己究竟想去邊一笪地方讀啲咩課程。咁好啦，講翻第一批人咯喎，第一批人就係頭先我講啦，冇完成佢嘅中學，但係我覺得我嗰個中學未必可以攞到一個理想成績而容許我去入到我心儀嘅大學嘅。咁呢一批人咧就係一般就係中五完成咗中五，即係 Year 11啦。如果你係IB 啊嗰啲，或者如果你 A level 就完成咗你個 GCSE 啦。咁呢一批學生咧就會打算就去，一般都係去外國嘅，即係海外嘅，就係讀嗰啲叫做銜接課程。咁如果你完成咗中五讀嘅銜接課程咧，就係叫做 foundation， 即係叫做中文叫做大學先修班。咁而呢啲嘅學生準備嘅時間咧都差唔多噶啦，都係要譬如你而家讀緊中五，咁你而家就要開始計劃嚟緊你完成之後去外國嗰個 intake 啦。咁一般咧，如果你係 foundation 的話，咁都係9月啊、10月啊，即係8月至到10月都會有可能係揾到呢一個 intake 咯。咁當然要視乎翻你讀咩科目啦。有啲學生諗住係讀一啲比較專業嘅科目，因為話明銜接啊嘛，你都要留意翻你讀完你嗰個 foundation， 因為 foundation 咧亦都有時間唔同喎。如果你成績好啲，英文好啲，即係 IELTS、TOEFL 嗰啲好啲嘅咧，咁你讀個時間可能會係短好多，最短係可以係8個月，最長可以係1年多啲嘅喎。
咁你諗下，你讀完嗰個 foundation 之後，你係要銜接噶嘛？譬如你係諗住你12月讀完，咁你銜接翻2月開呢一個嘅大學課程，咁咪fit 咯。咁啊，如果唔係嘅，你嗰個大學課程原來係要係7月先有得開嘅，咁你咪2月讀完，7月你咪有幾個月空檔期就唔好咯。因為我哋如果去外國讀書咧，係有一個叫 student visa 嗰個問題。咁所以如果你係持有學生簽證，你唔可以容許你一個冇學生身份嘅時候就咁逗留喺外國，所以你一定要翻嚟香港等開學咯。咁所以你計劃你讀幾耐你嗰個 foundation， 同埋你要留意翻你想升讀嗰個大學嘅 bachelor degree 嘅 major 係幾時開學。咁一般係澳洲係會比較要留意呢一樣嘢，因為澳洲好多時候咧，一年如果大學裏邊咧，一年係開2個 intake 嘅，咁即係話年頭同埋年中啦。咁但係如果英國嗰啲咧，多數都係9月嘅。咁但係澳洲嗰邊咧，如果係2月嘅咧，係正式嘅intake嚟嘅。咁即係話，如果你係一啲好專業嘅課程，譬如醫啊，一啲譬如可能 engineering 啊呢啲咁嘅課程咧，就2月開。咁所以你嗰個 foundation program 咧就要留意翻啦。如果你係今年DSE 嘅學生或中五嘅學生，咁你要去銜接2026年2月的話咧，而你嗰個 foundation program 係1年的話，咁你即係話係2025年2月開咯。咁所以好多嘢要去留意計翻，你睇下即係頭先講啦，你個 foundation 讀幾耐啦，你又要留意翻你嗰個大學 major 係幾時，大學裏邊幾時開呢個 intake 咯。咁所以簡簡單單嚟講，一般無論你係去中國國內升學或者去海外升學，我哋一般建議申請係需要半年時間。咁如果你自己再需要多少少時間去諗、去思考、去計劃，咁我哋一般建議係加多喺上面加多1至2個月，因為有時候去選擇去升學呢個決定，未必係學生自己一個人嘅想法噶嘛，要加埋屋企人啦、爸爸啊、媽媽啊，咁一家人去 come up 一個最終嘅一個決定咯。咁所以俾多少少時間去計劃，始終升學呢一個計劃咧係一個好大嘅決定。如果倉促的話，有可能會令到自己即係可能讀下就會唔想繼續讀落去，跟住就唔讀啦，跟住翻嚟，跟住又要再轉校咁樣。咁所以就呢一個係簡單嘅時間表，再重複一次。如果係本地香港 JUPAS 就好簡單啦，安心晒交俾學校嘅老師，一般都係一開學之後就開始要準備，因為 JUPAS 係好多資料上嘅嘢嘅套 package 要準備嘅。咁如果國內升學就要留意翻每一年官方嗰個網站公布佢嗰個 deadline for DSE 學生係幾時啦。咁如果你係海外升學嘅咧，咁就一般我哋建議就係你開咗學，一般過咗第一個學期之後，即係年尾過咗聖誕節之後就開始計劃，開始去諗。咁遞交呢一個 application 嘅時候咧，就一般都係唔好超過3月，最遲4月，因為而家就時間咁樣就會有限咯。如果你再遲，就會可能會過咗嗰個時間啦。咁樣，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好簡單一樣時間表可以提醒大家。咁下次再有一啲新嘅 topic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